你而家對邊個好感最高啊？ Anson 嘅外表係我嘅理想型，你呢？好嘢實多人揀嘅，咁我都揀 Anson。跟風，睇嚟你都幾盲目，唔通你買醫保都係咁？你咪係齋睇樣。啊，係咧，你呢杯係咪綠茶嚟㗎？Jenny，我哋行下。好啊，住咗2日，慣唔慣啊？唔係好慣啊，不過冇所謂啦，都唔係到住一世。你信唔信一生一世啊？邊諗得咁長遠啦？呢個 moment I'm feel 就得㗎啦。如果我話可以保證咧，就好似你買醫療保險裏邊嘅保證續保條款咁。如果你願意，就算係保證續保，都唔係保證所有嘢都唔會變。就好似保費咁啊，會隨住年齡增長而增加，感情又點可能包保一生一世呢？天氣凍啊，記住佢啊！哦，唔該。我最中意 chill 啊，呢度真係好啱我。不過咧就唔係好啱我咯。誒，考下你啊，有啲咩係需要自己付出先可以有更大嘅保障？你想講感情啊？錯，係醫療保險嘅自付額，即係墊底費。我揀醫保計劃嘅時候會揀咗自付額，咁就可以用低啲嘅保費換取高啲嘅保額。哦，估唔到你都幾精打細算㗎喎。將進行男生比賽環節，勝出者將會有獎勵。喺劇入面咧 ，Jenny 覺得感情係冇保證啊，但係 Catherine 啊，我知道咧醫療保險裏面有樣嘢叫做保證續保，其實係咩意思啊？醫療保險咧一般都係按年續保㗎，而保證續保嘅意思就係無論受保人嘅健康狀況喺嗰一年有冇改變，又或者有冇曾經向保險公司提出索償，保險公司都會繼續承保佢嘅保單，直至保單定明嘅某一個年齡，例如自願醫保裏邊嘅100歲咁樣樣。咁保證續保咧係咪代表連保費都唔變㗎？其實未必㗎，保證續保唔代表保費唔變。一般嚟講，保險公司可以喺續保嘅時候調整個保費。醫療保險嘅保費會受多項因素影響，包括醫療通脹啦、保險公司嘅索償經驗、理賠成本同埋續保率等等。保險公司亦都有可能調整保費表嘅整體水平。頭先劇入面咧，阿 Kim 又提到可以利用自付額啦，就係話用一個少啲嘅保費咧買到個大啲嘅保障。咁但係個運作係點㗎？等我解釋下乜嘢係自付額，又或者俗稱嘅墊底費。自付額係指保險公司開始賠償之前，投保人必須自行承擔嘅一個金額。只有當醫療開支超過咗呢個金額之後咧，保險公司先至會就餘下嘅醫療費用作出賠償。市面上好多醫療保險都有自付額呢個選項㗎。舉個例子啊 ，A 先生投保咗自付額係2萬蚊嘅醫療保險計劃，而佢嘅住院費用總共係6萬蚊。咁 A 先生首先就要自行承擔2萬蚊，之後保險公司就會就餘下嘅4萬蚊進行理賠。我就好似投保人同埋保險公司一齊分擔個風險咁樣。係啊，所以選擇有自付額嘅醫保計劃咧，保費通常都會比較低，投保人就可以用較低嘅保費換取較高嘅保障。當然啦，投保人要因應自身嘅狀況，選擇唔同水平嘅自付額。Catherine 啊，今集唔該晒你嘅解答。下一集一齊睇下2位男參加者邊個會贏到個比賽啦！智慧投保，揀啱保障先係最好。